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Journal 11月金牛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11月金牛座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有啲金牛座今個月可能會喺一個完全冇預計過嘅情況下，有機會喺街或者係某啲嘅地方場合撞返一個你本來以為唔會再見到，又或者係好難會出現喺嗰個場合嘅人。咁你係完全冇心理準備嘅，而嗰個對象佢嘅太陽、月亮上升或者金星星座有可能會係火象星座。火象星座可以係獅子座、人馬座或者白羊座。咁我會覺得今次見返都唔一定係壞事，你哋之後可能係會約出去見面食飯，相處係會幾開心嘅。另外有啲金牛座可能喺11月頭嘅時候會同一個對象發生親密關係，但係你之後似乎就唔係太想繼續同佢發展。我會見到你會對佢好冷淡，甚至係已讀不回，因為你心入面係好理性，你會知道呢一個對象唔適合你，所以你係會理性選擇係離開嘅。咁到最後，我見到有啲金牛座依家可能係喺一段曖昧不明嘅關係入面，你哋冇正式嘅名分，但係相處好似拍緊拖咁。你個心係好多不安同埋好冇安全感，因為你會覺得對方好似有嘢壓住你，佢唔係完全真誠嘅。但係你而家又唔想理太多，明知道有風險都會想試下繼續發展，因為呢個對象帶到俾你嘅開心係好強烈，好似坐緊過山車咁，又驚又刺激，所以你就唔想落車住啊。金牛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